来针对着立法院这款刑事法的修法，宪法的法庭来宣判，大部分拢是违反着宪法。民进党的调查委员今仔日邀请到立法院的秘书长张万来做专题报告，讲这个质询的过程，民进党的立委是上界界。轮到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来质询，张万来才讲出着伊的看法，讲这个宪法的法庭确实是伤过限缩着立法权咯。国会助力的范畴，对国会助力的范畴，但是，我可以让我说明吗？面对立院立委小白想要讲几句话，煞拢无空徛。你这个算不算反执行？照国民党的定义，疑问句就是反执行吗？没有，我是要请求你同意我才能说明，我并不是反执行的概念的。对嘛？所以大法官对反执行做了很清楚的定义嘛。国会这款修法大部分违宪，韩国瑜的卡手立院秘书长周万来奉请到立院接受质询。总统没有这个宪政义务，因为不要曲解它。不是，你不要曲解它。你是不是要让我说明完？因为你刚刚说过了，我就觉得很难以接受。包括总统检调的国情报告、听证调查权等等的争议法条，一项一项拢互轮流质问。不过除了周万来，阁有一个互人讨论的民间律师。刚刚讨论有些都是全部被放在一起啦，哈。那在这种讨论方式有可能有点去脉络化。拔出现伫宪法法庭，因为口才好到外形拢受到关注的李传豪律师，这个换一个造型嘛是真野目。那周万来满目委屈，总算有人替伊出一口气。那个对你暴力攻击的立法委员啊，跟你道歉没有？在委员会里面，他有特别稍微做一个说明啊。赞不赞成这个宪法法庭这样的看法？撇开秘书长的角度了，法庭里面大概可能过大的对于立法权的一个线索。除了被赢小天，国民党家己人嘛拢扣话来，坚持改革，绝不屈服，绝不屈服。然后立委徛做伙攻击宪法法庭挂阿爸。有这15位不知廉耻的大法官，一个皇帝统治，赖皇清零，但是我们会坚持我们民主的价值，会奋战到底。调解的这场战会看起来是无这简单，就会当结束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